大家好，我哋係世界農高學校林發中學，我係周浩陽。我係鍾明泰。我哋今日會介紹模仿航行器嘅設計理念。我哋嘅功能咧有遠離操作、背後推進器，可以控制上升同埋下降、轉動後流。佢嘅航行器設有鏡頭，可以監測水帶狀況。我哋有着八爪魚一樣嘅觸手，讓呢一個航行器顯得更加靈動。我哋設有3個螺旋槳，一個喺身上幫助航行器上下浮動，另外2個螺旋槳分別安置在左右兩側。我哋可以通過遙控器去遠程操控。我哋呢一個章魚海洋潛艇有着柔軟嘅觸手，讓呢一度可以喺罅隙穿梭自如。我哋為咗實現八爪魚嘅設計，在控制系統方面進行了大量技術創新，並結合先進嘅3D 打印技術，具備良好嘅結構強度，同時擁有更優異嘅靈活性。我哋呢個設計嘅方案係利用到3D 圖紙，能進化工作加入功能。原因係我哋係利用咗3D 打印出嚟嘅航行器，我哋會進行測試。多謝大家。